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在的妈妈。我过去拢叫是社会福利是足新的制度，是对西方的基督教团体才开始有社会工作的组织甲服务。这几天我才发现是过去政府足少讲到日本时代的事业，所以我才不知影日本时代就已经有社会事业。我今日简单来介绍日本时代社会工作的发展。咱生活伫这块岛屿呢，咱了解偌济？这个问题嘛是这几天政府集咧创作的方向，就是因为无熟悉，才需要行出去，甲人直接听别人的故事，用别人的生活经验来丰富家己的心灵。咱来听歌琴歌手张雅纯的歌声，感受台湾火车顶的光景，有百款生命。看景致掠外，咱嘛来找找历史的痕迹，甲公阿嬷的语言、文化甲共同的记忆找回来，嘛甲对土地的感情找回来。政府集伫7月15日下晡2点半，甲暗时7点半。伫台北圆15剧场来表演，请大家去 OpenTix 买票。到6月15进前，拢有857的优待。社会救济毋是日本时代才开始有，伫大清时代，辛宝丁来台湾的时，看到死翁佮散车的寡妇真可怜，伊家己摕1000块出来，佮请地方人士出钱办收容所。救济者30岁以下，佫无办法甲支持家己的寡妇。了解是因的后生若满16岁，也是因佫去结婚，就袂当领这个补助啊。过去无人要爱的红孩仔袂少，尤其是查某囡仔。地方上嘛会设育婴堂，专门收这的无人要爱的红孩仔。大清时代伫台湾就有7间，因会去募款。摕钱去请灵母来顾这囡仔，听候这囡仔较大汉，就送互别人做养女，也是新妇啊。迄当阵上接快的救济方式，就是欠粮食，地方绅士会管米囤起来，听候收成歹，也是拄着灾害的时阵，会摕出来分互需要的家庭。甲头前讲的2款机构比起来，大家拢较注意这个米厂的管理。因为会惊这的食物互人占去，也是互人偷搬去，嘛捌发生民众认为已经就要摕出来分的时阵，管理的人无要分，就会引起真侪冲突。无论是倒一种救济的方式，伫大清的时阵也拢无制度，大部分的资源嘛拢是为民间来的，政府无遐尼侪钱通办这的工课。像劳民团咧建设台湾，需要台湾人出钱佮出力，伊就去找邦桥林甲的林委员，请伊捐钱，摕遐个钱来造桥、起学校，也嘛办社会救济。交换的条件就是劳民团互林甲伫大稻埕起楼仔厝租互外国人，林甲嘛因为安尼赚袂少钱。日本人来以后，因为着统治台湾，做袂少调查。其中的一项，就是了解台湾本来这的社会救济方式，嘛看要安怎接落去做。伫1899年，日本皇太后过身的时，日本皇室捐钱做自费救济基金，总督府就用这笔钱先创办台北仁济院，就是甲原本这的收容所甲救济机构拢接落来做。后来佫伫别个城市起自费院，自比的自，运费的费，总共伫台湾7个所在有自费院，专门咧救济散车的人，嘛照顾这的人的身体健康。拄开始的时，除了天皇的基金，嘛是甲过去相同，有钱的日本人先捐一笔钱，才佫向地方人士募捐。互原本就有的社会救济工课继续落，毋过因为日本本岛开始有制度，台湾这的救济嘛开始有一寡较现代化的运作方式，毋是像过去拢无人咧管。总督府会规定逐间自费院的组织
甲议长爱负的责任，佮要求因得爱做效，互政府会当检查。后来因为保甲制度的建立，保证甲家长因会去做户口调查，一面替警察监督遮个人的生活，一面嘛注意家己的管区内底有啥物人是家己一个人住，无办法生活，需要政府救济，才佮甲因遮个名单拢报互适当的单位去处理。1919年开始，地方的救护课就改做社会课，社会救济嘛改名号做社会事业。这是一个日本词，是为英语的社会工作反过来的。这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迄时已经认为救济是社会的一部分，嘛是规个社会应该处理的代志，国家就要负责。所以为迄当阵开始，政府做的若是互遮散车的人有饭通食，因需要的时阵会当去看医生，嘛着教遮的人要安怎家己靠家己生存落来。所以真紧因嘛有设职业介绍所，决定健康保险的办法，互一寡劳工人发生事故的时阵有保险通摕，还佫做劳工权利的教育。另外嘛定救护法，就是互65岁以上的老人、13岁以下的囡仔、有新的女性，也是因为精神身体受伤破病袂当做工课的人，拢有生活的保障。毋过老实讲，救护法伊需要足侪经费，虽讲有定办法，后来伫台湾真正有做到的无侪。这个社会课后来因为伊的工课愈来愈侪，就改做社会局。改制了社会事业的项目，除了经济保护、医疗保护，嘛有定出儿童甲妇女的保护，也佫有社会教化工作甲劳工教育。会当得到服务的人嘛变较侪，嘛无相共。像过去寡妇的救济是要求因得爱守寡，才有通领补助，后来就改做有需要的妇女拢会当去申请。甲过去大清时代较无相共的是，政府摕佫较侪钱出来，也嘛较有制度咧进行遮个社会事业。市民政府当然毋是干那为着要救济台湾人，也是伫台湾做社会福利。对因来讲，安搭遮个人民甲维持社会顺序，才是上主要的目的。而且因会宣传政府的政策，嘛宣传日本天皇慈悲的形象，互台湾人会当较接受因的实名。因为政府开始管理遮个社会工作，所以下骹嘛成立一个社会事业协会，就是互各地方才做社会工作的人员会当交流避免资源的浪费。其实政府的资源真有限，所以这个社会事业协会一个真大的功能就是去募款。毋过嘛，因为有这个协会，因就开始办讲习会，训练内底的工作人员。对外的讲习会就做教育宣传，像第2通则会讲安怎来保护遮个囡仔，也嘛会去讲养女的问题。迄当阵，这个协会有一本《社会事业之友》这个杂志，内底就讨论真侪即马也在讨论的社会议题，像无厝通住的人、失业的问题、结婚甲聘金的讨论，也嘛有针对原住民的情形去讨论，也佫会介绍国外的一寡社会事业的制度。到后来，各地方嘛设方面委员会。这个方面委员会就是去了解当地人的需要，反映给社会局知影。内底委员是无摕钱，就佫爱有用有钱，愿意服务的人。若看名单，内底有日本人，嘛有台湾人，有卖药的、卖米的、卖茶的头家，也嘛有真侪医生、产保，嘛有家长，拢是一寡甲民众较接触的人。遮个人做的若是救济工课，因做足侪法律的宣导、健康卫生教育，因会负责去了解家户户的人数，因有偌侪囡仔敢有去读册，嘛会负责户籍的整理，甚至替遮个人介绍工课，也是做媒人。
有传染病的时阵，嘛爱斗相共做卫生教育。一直到战争进前，全台湾已经有244个市街甲庄头，拢有方面委员会。除了市民的目的，嘛有人批评日本人有设机构替人接生，煞无长期咧培养产婆的学校。托儿所嘛是主要是要互做实家庭内底的女性会当出外做工课，增加生产。无论安怎，这个制度伫战争了后就无去啊。政府嘛允准民间成立私人的救济机构，像进前我捌讲过的施教主因翁施乾，就是咧办爱爱疗。应该袂少人听过爱爱疗的故事，较少人知影的是，同一个时阵有一个日本人嘛伫台北办一个叫做人类之家伊那嘎去土贝刘元林兵卫，是日本东志社大学毕业。1875年伫京都创办的东志社大学，伊毋那是以基督教的教义来创立。这间学校提倡迄时讲的国际主义，就是教这学生学外国语言，去熟悉别种文化，发现新的人生的意义。真有可能受到这间学校的影响。刘元林兵卫伊毕业了，家己就选择要来台湾服务。伊拄来的时阵是先去山顶做警察，伊伫埔里的时看到一个台湾的工人受伤，赶紧甲人送去军队内底的医护室，叫因斗相共。迄当阵医护队内底的人因为资源无够，无要救台湾人，伊足生气，就伫现场甲这个军人冤家。结果伊互人派去做内勤。后来伊家己感觉这个工课甲伊当初要来台湾的目的无相共，就转辞职。伊辞职了，毋是去日本人坐的城内住，伊颠倒搬去住伫有真侪台湾人的大酒店。虽讲迄当阵已经有公学校，毋过伊伫大酒店看到有真侪囡仔拢也是伫街路无去读册。因为1916年的时阵，有去读册的台湾囡仔干那14%，学校的经费有限，所以若是要送囡仔去读册，也是得爱交一寡钱。若是较善的家庭，因就袂互囡仔去读册啊。伊伫迄当就办一个改良的册房，嘛叫做刘江艺术，伫遐教日语、教写汉字、教算术，嘛教这囡仔做体操。伊上课的内容甲方式甲公学校是差不多的，只是免纳遐尼济学费。后来的学生变济，有上百人，伊请袂少新生，有台湾人，嘛有日本人。毋过这间学校的经费无稳定，所以这个新生领的薪水拢真少。伊嘛去向政府申请经费，嘛去找教会来募款。这间学校教出来上出名的是洪瑞林。伊是一个真出名的画家，洪瑞林自细汉就读这间学校，伫遐伊的先生发现伊有艺术的天分，佮加上刘江艺术伊的教育理念，互洪瑞林对社会基层的人、较善车的人甲劳工拢足关心的。洪瑞林为日本学画图转来了，就去矿溪做工甲画图。伊留落来迄个年代真侪真宝贵的艺术作品。伊若甲去土贝办学校以后，伊就想要利用这个所在去帮助佮较侪人，所以就开办人类之家。伊写讲，伊伫遐要互所有的人都会当互相帮衬，做伙生活，无社会阶级的差别，互逐个人拢会当受到尊重。伊做的一项工课，就是发起长期自由废业运动。日本政府有承认艺妓甲娼妓是合法的职业，虽讲有定制度，毋过遮个人受到的待遇拢足歹的。因的收入有60%是拢因的头家摕去，若是破病，就搁爱家己摕钱出来看医生。伊若甲去土贝，伊就去网咖遐宣传自由废业。就是叫这个人因家己去向政府申请要离开这个行业。伊除了伫网架印宣传单，
佮请一寡支持即个理念的牧师去遐演讲，这互业者是足无欢喜，所以因就先去告伊讲黑白发传单是违法的。后来佮去警察局报讲伊有创炸弹，虽讲到尾是拢找无证据，判无罪。毋过这个代志，互伊进出法院甲警察局真久的一段时间，所以伊就无佮继续即个事工。毋过伊发起即个运动，毋是拢无效果。伫迄一冬内，要废业走去伊开的人类之家的义弹，也是冲击都有60几个人。嘛因为伊的宣传，引起足侪人伫报纸咧讨论这个女性应该有的保障。嘛改变社会大众对这项工课的看法。伊毋但伫台湾做社会事业，伊嘛反对真济总督府的政策，参加台湾人抗议日本政府。所以伊伫台湾的时阵，大部分的日本人对伊拢真反感。这个人一直到日本战败，互人送转去日本。伊伫台湾的34天，一箍人无结婚，拢总是咧做这个社会事业。今日我就先讲到这，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想法甲看法，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也是甲大家分享。嘛请会记得订阅，也是追踪这个节目，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甲留话互我。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ECPay的连结。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现在的妈妈。大家再会。